كده يخشي.你从那手上拿了一盘袋子吗？从别的车上拿的。哦，就是刚才给我们两个。我吃什么？嗯？再入去看看。我吃什么？Altı, yedi, sekiz, dokuz, on, 14. Çok olmuş. On iki,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5 misin? Ne oldu? Да, ищи да.新疆出版社的啊。新疆出版社的那个文化传媒，我是负责文化传媒的。他们说的是这样子。我你把我们现在因为他文化传媒啊，和新疆出版社也好，新疆影像出版社也好，它是个企业，它不是个行政机构。要苦也肯定是我们当地的文化主管部门口。然后我刚心里比较伤的，我必须得把你们叫过来，如果过来那他那样肯定不行的。我刚说了一下，现在肯定不可能。为啥？免得2月那个等在关注这删了以后，我们把它搞成不办事人和这个第二个是持有人拿过来，我们再按我们办。不然的话就经过这么多人面在用我们工作方法上是。哎，对。是车上不要出现其他人。有车任何不能。因为我们正常执法，通过那样有其他情况，而且在虽然需要什么？去掉洗，这也是干净杯子。来，兄弟走。这个能确定是不干的。这不在是够咱们上不来的，开车的，他们车上有没有房间？车上看有人看，他们人有人看，车上他们没有看，应该有车上，车上应该看啊，应该有，他七里香嘛。应该是艾丽先来的，先来他一露面，也是艾丽来之前就出现了。
他们这个带过来的下车是我们台方的，他们自己车带的，他一直就是自己买的，我们一直抓不住了。今天就发现这儿嘛，人证物证都抓住了，在车上也残忍的嘛，现在他们车在楼下。他们车上有没有人？还有活呢？没有，他们车上有没有人？没人，自己人有没有？他们车上没人啊，他们他们自己人啊。上清的。那啥？这就是需要信，这是需要我们写的需要信完全证明。你们是新疆出版社吗？啊，这个是印象出版社出的那个啥举报信。那谁？看吧。这是文化传媒工作证出的。这个工作证是最高的，我们执法人员的看到。你们把你们执法证给一下，让我们拍一下。这个，你把你的工作证给一下。哎，啊，都我们拍到啊。对。而且这个三文治。对，拿手机上拍的。三大头的。sizlar birodamkanmanmi? Ha.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真的。这真上面吗？起码最简单分别方法，这样没假啊，咱们差不多假。还有他们没有裸妆。来，我看一下，这个假的去。假的呢？真的3个。但是最简单的看就是这个不太习惯。但这有2个点是假的，有2个点是真的。是假的，假的，这是假的，这是真的。还没膜在上面。还有嘛，这里面假签名有呢。哦。这个没有。这里面假签名。哦，这是一个假签名。还有就是这个号光盘，这也是这也是大厂家做的，和光盘号不一样。这是216号的，我们是 A 的，北京印刷的，他们是广东印刷的。相关的识别的东西人家提供。反正有呢，我们已经就是说好了，伤员识别号。我们这个事情追查了1个多月已经。就是他老事情我尽管不发财嘛。就是老事情。这个是嘛？这个是碟子价格贵，288几万，属于到几万张或者上百万的事情。自己个人都。那咱这次出来以后，我们的州上的稽查支队的队长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来看一下。看一下以后嘛，我们这个领组他今天到那考察去，可以沟去。最后又和咱们公安局王喜良联系，王喜良想就咱们这个是属于东风派出所搞的，又和东风派出所联系的，那边应该又是和你联系，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和公安是一家，这个东西你干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联系。这是关于到内容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讲究策略，把这个事情嘛，既要做好，又还不要影响到其他事。这个事情做。他们在说，对他们就不要过去。我Adana'da mı yaptı? Adam yaptı. Şunu那个东西，Kim götürebilir sen takına? 有一张，Yedleyin kim geldi? 他们需要他的人嘛，光说还他的有人嘛。就是嘛，这两个嘛。我们两个光张队长，这是我们的，我们州上的支队长给我们打的电话了，说这边有3个。没有，他们2个执法证我告诉你，拍到。就是还有他们那个。就干啥事情？新疆银行出版社。合法手续，你不要那个啥，就约过去。你摄像，你是哪人？公司的。公司的，那你不要摄。把你的电话证给我，我这记一下，我这现在我都写。手机号。不是，执法证号。东西给我。执法人员。2个人到地方告诉你。
哦，那个是他就很明显，关门，这个法律程序造好，在新疆上用少数民族需要使用人家公民的。 Şu azı şu misyon takalım duramay bize namı çıkarıyla eski tutanken hazırın ağırı bu özlüğünden şimdi Bize oldu falan yok başkanlığı yaptı. Valla yamalar çok iyi yapmasın çarptı. Öğrenme yandan beşik koyuyorsunuz ben razı olsun. Ben de işleyin çıkarım bazı bu acayip bir çok ettim geldim. Kimizde tutalım. 哇，这可是咱那啊，那个有谁的学习的？知道了。这个这样子，这个今天嘛，我们过来一下，这是我们那个啥公管局的书记，龚书记啊，这是我们李所长啊，公安派出所李所长。今天我们今天过来嘛，主要是这样的。 有人反映嘛，你那个公安局盗版，盗版的啊，这个啊，这个我自己的怎么可能盗版？你自己的就不可能盗版，不可能。那你看这个，现在嘛，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很清楚。这个你看，就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搁哪里？这个。 东西呢？那个，哎，你好，啊，你说啊，我现在给你说，啊，你说，是Uygurcha tarjima qilib beraman. Buni Esenjon bilan chiqarganda, Esenjon Baginning ishidagi deylar bu. Men shu Esenjon menga 2 ming tutab bergan, shuning orasidan chiqargan dey bu. Buni Esenjon bilan so'zsan bo'ldi. Ta Aisha. Esenjon kim bu? Esenjon men bilan birlashib aytay chiqargan bo'ldi. 刚才那个哥哥那个男的好像。他给我的碟里面的碟这个，他给我2300嘛，我还没有出门，这个是那个2300那个碟子里面出的，你好像最好的意思就是，之前就刚那个人，给他给2300张碟子，就是套2300套，就这个东西，那些都是从那个2300里面的。 他说的他原话，我给你翻译了。2300是啥意思？就是那个出版社，我给了他2300，还有2300啊，然后那个男的交的，这个你是从那个里面啊？对，还没有出门。哎，现在是这样子，那个谁，还没交款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嘛，正版和盗版，这样的，我现在这样子，你是啥时候到我们去的？到是啥？2000。 啊，2000年，你你这2000，一年到乌鲁木齐医学院。哦，你到7台来是啥时候的？啊，到这儿来是啥时候？到7台就发布就到今天早晨上班啊？3小时以前。3小时以前。对。你维吾尔族啊？今年多大岁数？33啊。 啥学历？小学本科生了。你哪个学校的？医学院。医生。现在嘛是这样子的，这个碟子嘛，碟子盗版的话嘛，这个全部是那个个子大的那个人的负责这个。他给我的，我是我那个这个合作，然后。 Esenjon bilan Shumon bergan deydi, men sotishimiz sotimiz Shumon qishda chiqqan deydi. 他现在就是意思就是刚那个艾森江，刚那个老鸽子，他和他合作出了2300套，是1万套，然后他1是1万。 bir tür ondan çıkıp bakanlık他们合作出了1万个，然后1万个其中。 2300是给他了，然后他是之前没销售，就是没给人卖，他现在开出了。你说问他，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你说的是你们2个人的合作的事情啊，我听懂了。
那个块儿，我听懂了。你们两个合作的事情嘛，我们不管。对，我们现在管的是啥？你这个碟子是不是盗版？是这个。我不知道他给我碟子嘛，我出卖这个盗版嘛，正版嘛，我。你说这个碟子都是他给你的吗？啊，对，你2300碟子里面的碟子这个我还没有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嘛是这样子的，这个盗版和正版的鉴别方法，这个就是这个上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和他合作的1万个碟子，1万盘也好，你是2300盒也好，这个事情我们不管。因为和这个关系现在听说了，这个2300碟子，就是那个他给我的碟子，所以嘛，这个盗版的话，你直接问他就行了嘛。哦，你说这他给你的盗版？不知道盗版嘛，正版嘛，我不知道。因为我在里面负责讲课，其他的嘛那个打印其他的东西他负责，然后嘛他给我2300，2300里面的碟子还没有出卖，现在我现在知道你盗版，你问他。我还没有知道这个盗版嘛，正版嘛还没有知道，现在知道了。这是他给你这个啥时候给的？翻译一下啥时候给的？他讲那个不知道。去年10月。2014年10月，在什么地方给你的？乌鲁木齐啥地方？乌鲁木齐具体啥地方？乌鲁木齐啥地方？乌鲁木齐具体给你的地方在哪里？给我的地方那个出版社，新疆出版社是不是？新疆出版社他的话了，然后这个货到三吨杯嘛，其他地方这个不知道，但是他把汽车来到我的家大门横昌大门口前面给的。大门，不是大门，大门是一个社区，不是社区，小区。他房子就是他房子，在大门你的房子批发的，门口他给你的。对，这个碟子都是他给你的。对，不要闪。مشان تقطع بس أكثر شيء أنا جت تريد من عندنا كيف بقولنا؟ مشان نطلع يوم شيء خشاك مشان جمت تقطع غير طبعا ما أبغى ما يعني شيء كذا تسكت بقى آقای سکه بزرگ که من ماشین سر آقای سکه بزرگ bugün kaklaşmayacak. Hatta yapmaya. Öyle kaklaştık kısa. Şöyle koymayımız başında. Kimga xabar qo'ydinglar? Daynab mo'ng dedi. Kimga sinzagan o'g'mi? Senga bo'lamdi Abdurahmon. Ha, tushungilar Davidlar. Hozir mashina haydab bo'lyapti. Mashina haydab qochib ketdi, biz keldi. Hozir bizga Sanjaka avvalgi ismi nima? Mehmet degani mashinada bo'lganda biz oqsiz tushdik. To'xtama u yerga to'xtab, yo dayn tushmadi, yo oldimiz mevod u yerda. Bizni sezib oldi. Bizni sezib qolgan shu edi. Telefonda o'ralib olsa. Telefonda o'ralib olsa Abdurahmon. Ha, senga o'ziga. Mashina bo'lgan bo'lsa, qani meni o'tlar ketib keyin bular kelgan bo'lsa, Qashdagi tuma. Endi qochdim. Gap qoldi. Qochdi mana. O'zingson, voy, film o'zingson.
Beşinci Marka çıkınca mı? dakika. Haberden Mehmet yine masada kendini kaçırdı da oldu. Ve? Kim bilir ha? 50 söz şu. Bunlar maşallah takımsa. Abay mutfağa yiyor ne olur lan? Esto se va a hacer como último onza. Manglarda amat patladı.这个味道稍一点不直接抓住人。 Ha? Ha, sen can su ketgan qo'y. Sen yo'q, hozir men Muhammad mashinaga biznasiga tushib ketdim deb qo'yiblar, mashina deb qochqanda. Hozir kendi qo'g'lab yuribman, zaruriyat bormi yo'qmi bu? Bu qochiyotdi bu mashinaga, deyva hozir mashinaga tushamak shulab mendan bizni siz qilib qochiyotdi biz qo'g'latamiz. Tuzli al. Ha. Sen can o'zingiz tepa. Tuzli. Bus çıkış ha. Yugela kırdı yugela ta. Ha? Yugela öyle çem kolunda yugela. Gel ha. Qo'g'latamiz.